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枵鸡无尾垂，枵人无顾面皮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咱人为着顾三顿要生存，孤不二种，面子嘛着热热去共高情甲拜托。一只鸡仔腹肚若枵起来，去偷食人的米粮的时阵，就算讲摕手洗仔甲赶，嘛是赶伊袂走。人嘛是安尼，有时仔咱就去互公司的业绩逼着啊，去甲客户遐要招生理，毋管安怎互口洗、糟蹋、步数进展，就是要甲这摊生意讲好成。无法度啦，食叫伊是咱的一称爸母咧，搁较艰苦嘛着爱较巴结咧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